首期2萬蚊咋，拎包入住咁大嘅珠海單位，116方嘅精裝大4房，唔係中山坦洲，唔係三鄉圍，真真實實喺翻珠海嘅，仲要係做翻南北對流嘅。嗱，門口喺呢度，門口呢邊呢有一間房，做個長輩房完全冇問題。呢度有個入戶花園玄關位，可以做翻鞋櫃收納櫃嘅。跟住呢度呢，廚房連埋餐台位可以拉翻埋嘅，有翻軌道用嗰陣時，廚櫃3件套呢啲冚唪唥交樓標準，6人台嘅餐台位，南北通嘅戶型，加埋呢個5.8米嘅一個大橫廳嘅設計，呢度打通咗一間房嘅，所以剩翻3間房。嗱，有埋下次乾濕分離做好晒兒童房，最後就係主人房位置啦，270度嘅落地採光飄窗位，3邊落床嘅，呢邊有埋套廁配齊做好晒，全屋精裝修好，有埋家私電器俾到你，2萬蚊就可以拎包入住，實用率100%嘅，40分鐘到翻關口，有翻港澳直通巴士啦，可以直達翻關口同埋香港嘅。有興趣港澳街坊朋友快啲私聊我啦〜